欢迎来到勾勾公哈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姐，我真的很喜欢呢，登高望远赏美景因为我觉得呢这样真的超棒的，所以呢我很喜欢搭缆车，无论是猫空缆车啦，还是日月潭缆车，我都觉得一级棒哦。美景尽收眼底，而说到了缆车就是柳龙。你刚刚提到的柳龙啊，就是缆车哦。其实全台各地的缆车各自有不同的特色。如果说去猫空搭缆车的话，可以看夜景；那么到日月潭搭缆车的话，可以饱览湖光山色。其实这种搭柳龙的游玩方式真的很特别哦。游玩呢就是老撩。老撩呢就是游玩了，而且我觉得啊，想想看哦，这个辽阔的美景啊，真的会让人有好心情哦。所以姐，我觉得呢，我们放假的时候一起来去搭柳龙好了。而说到放假，你知道怎么说吗？放假呢就叫做不用撩，不用撩就是放假，没错。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放假日我想去搭缆车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不用撩你，俺想去走柳龙。不用撩你，俺想去走柳龙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你一块来搭缆车喽。小麦，我们终于有空可以一起出来老撩了。真的耶，我女儿最喜欢搭柳龙了。飞宝，你看下面好多树哦。真的耶，好漂亮哦。哇，飞宝，你看前面好多柳龙哦。你看是什么颜色？一个是红色，这什么颜色？绿色。上面有几台？你数给妈妈看，我们一起数好不好？好，预备起，1、2、3。公溜的时候啊，我也很喜欢来猫空这边搭柳龙，因为可以顺便来猫空这边老撩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搭柳龙超好玩的，小朋友超爱的。我觉得这样子搭缆车游玩的方式真的好特别哦。对呀，美景尽收眼底，心情真的很好呢。所以赶紧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你的客家话哦。首先呢，教大家的就是缆车了，缆车就是柳龙，柳龙就是缆车哦。那么放假日的时候，真的很多人想要去搭缆车哦。放假就叫做不用撩，不用撩就是放假了。那现在搭缆车呢，真的是不错的游玩方式哦。游玩就是老撩，老撩就是游玩哦。因此今天要教给你一整句话呢，就是放假日我想去搭缆车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不用撩你，俺想去走柳龙。不用撩你，俺想去走柳龙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您体验一下假日去搭缆车的乐趣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